大家好，歡迎來到修辭王國。今日我哋要學習嘅修辭手法係反復。反復係透過重複特定詞語或者句子來強調情感或主題嘅修辭手法。譬如再試一次，再試一次。我一定可以。呢個句子連續重複，再試一次，屬於連續反復。大山原來是這樣的，月亮原來是這樣的。呢個句子出現咗兩次，原來是這樣的，中間有其他詞語隔開，屬於間隔反復。而家我哋嚟睇下呢個練習。你認為呢個句子係排比定係反復？呢個句子重複出現，盼望着，運用咗反復嘅修辭手法。今日嘅修辭學習就到呢度，感謝觀看。